景今天呢要带来的这个烘焙呢，是我个人真的好喜欢啊！我自己在家都很喜欢做哦，是这个法式薄饼。那法式薄饼我们知道也可以做成咸的，对不对？也可以做成甜的，对。甚至你这个薄饼如果做得非常好的时候，还可以做现在最有名的那个千层的蛋糕，对不对？没错。哇，讲到千层蛋糕，我要开始流口水。今天要很仔细来看我们这个薄饼到底要怎么煎。它那个饼皮真的会很薄，对不对？对，然后还不会破掉，还要很均匀。对，好，赶快请民警来跟我们示范一下吧。好，那我们首先做我们饼皮的部分，因为饼皮它需要静置一段时间。对，那我们先把我们的奶油放到我们的钢盆里。这个奶油是不是也要先室温？对，室温软化就可以了。那再来，我会选择把蛋放到我们的那个奶油里面，先把它跟它搅匀。这样子不会油水分离吗？不会，因为那个分量很少，因为刚才奶油只有一点点。对啊，那奶油不用说像一般来讲要打什么打的比较白啊，那些都不需要。不用，就是让它可以稍微混合就可以了。好，这个法式薄饼呢，我曾经吃过咸的哦，用那个宜兰的鸭胸来做也很好吃。对，如果那个妈妈在家里面学会啊，它可以当那个早餐的变化。就是我们煎好，在它还热的时候，把 cheese 放上去，然后加那个火腿跟生菜包起来，它就是一个很好吃的，就有点像可乐饼一样，对不对？对，有点像可乐饼，它应该是属于软的嘛。对，它是软的口感。就一般来讲，我们喜欢用这个蛋饼皮来做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薄饼的方式呢来做。其实这个薄饼有一点像我们的那个轮边皮，对不对？有一点像，就是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看你想要包什么，然后都可以把它包进去。就变化真的很大，甚至有的人放冰淇淋在里面也很好吃啊。可以。可是那个冰淇淋就要饼先放冷一点，再对，不然就马上融掉了。对，然后把我们的糖加进来，一点点糖。先让它融掉，先加牛奶，牛奶也不要太冰了。对，牛奶也不要太冰。那如果是大家在家里面做的话，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早上妈妈起来是非常忙碌的嘛，对，所以其实这个配方它也可以，就是晚上你先调好，然后就冰箱再去睡觉。哦，那太好了，那就省掉说早上起来还要让它醒静置的时间。对，就是晚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先把它都调好，然后再去睡觉。对，不过民警虽然是这么说哦，但是你不要说这样子这个方法很好用，然后我就弄了一大锅，因为我连续可能一个礼拜我都想吃薄饼，因为太好吃了哦，千万不要一个礼拜，因为你这个有生蛋呐，对，然后还有这个牛奶啊，其实它很容易呢就腐坏掉哦，所以最好就是说顶多是一个晚上就好了。顶多是因为而且还有鲜奶在。对。好，然后我们把我们的面粉过筛。好，这个面粉过筛的动作呢，非常的重要哦。我们做所有的甜点饼干啊、蛋糕哦，拜托大家过筛这个步骤呢，千万不要省不要因为说我住的地区很干燥啊，我的面粉应该不会结粒啊。我们为了我们这个口感呢，为了你家人的这个幸福再深一点啊，一定要过筛哦。对，我们都花时间做了，就是把这些小步骤都做到，那到时候要吃的时候，幸福感会倍增。对。那我们就是把刚才粉类加进来之后，把它完全的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就非常的简单。对，那有人会问说，曾经有学生问我，就是是不是可以再过筛一次？对，再过筛一次也可以。然后有些人会说，如果他忘了先后顺序要怎么办？其实，忘了先后顺序也没有关系，你只要最后搅拌可以非常的均匀，然后有静置一段时间，那等一下你基本上都是可以成功的。对，好，那我们这个面糊对要静置一段时间。静置是不是也要用那个保洁膜对，把它封起来了，怕那个表皮会结痂，对不对？对。
好，大概要静置多久呢？大概20分钟。20分钟，好，那这个20分钟总不会说叫观众看广告。当然不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做的是香橙薄饼，所以会教大家怎么去煮香橙酱。那首先柳橙，等一下我们会分成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取它的果肉，那一个部分是我们需要它的皮来增添我们柳橙酱跟我们薄饼的香气。对，那第一个步骤是先我们把头跟尾都先去掉。好，就是因为我们要想办法保留最多的果肉，所以大概就是切到这个程度，可以看到一些肉就好了。然后不要说切到很多，就是完全那个白色地方都没有的时候，然后那个果汁都流光了，这样有点可惜。好，我们讲的柳橙呢，就是在国外的话，一般就是这个 sun-kissed 的，就是说你选这个颜色呢是这种比较橘色的。对。好，然后再来，因为我们要先取它的一部分的皮，然后把它切成细丝。对，大部分人家里面都没有那个刮皮刀，就是有一个刀子是刮出来就是一丝一丝的。对，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就是一般家里面有的那个刮皮刀，然后把它的皮刮下来。薄薄的白色的部分，白色的地方就是尽量不要削到，因为白色的地方它吃起来是带有一些苦味的。那我们要的是它橘色的部分。那当然了，我们在取这个sun-kissed 的皮的时候呢，因为既然是要吃它的外皮哈，我们尽量还是选所谓的这种有机，就是 organic 无农药的哦。那我们切下皮白色的部分去除之后，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切成细丝。对。然后其实在那个精油的世界里面啊，就是这一类柳橙啊、葡萄柚这一类的精油，它的味道是会让人家闻起来觉得快乐的。哦，对。在我们精油，难怪我每次去选香水啊，我都喜欢跟这个柳橙味道呢相结合。甚至其实你把这个柳橙汁呢，加在我们的料理里面也很好吃嘛。对，有那个橙汁排骨。对，橙汁排骨咸的哦。所以说今天呢，民警在做这个柳橙法式薄饼，虽然是甜的哦，那这个陈皮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呢，在这边跟观众朋友分享哦。像冬天天气比较冷的季节，就是白萝卜。我们在做这个腌制这个萝卜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陈皮丝放进去，对，也是非常非常好吃。刚才削好的陈皮在这边，对，它其实这样子做出来的效果，就是跟我们用削皮刀弄出来的效果是很接近的，好香，很香。好，那我们就是取一部分的细丝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柳橙的部分完成。那就果肉的部分，对，我们要取果肉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是放在砧板上面，然后沿着果肉的边缘，把我们的白色的部分跟皮的部分先去除，这样会比较安全。那我们要尽量保留我们果肉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是沿着边边把皮削掉，这样。再来把它切开，就是一片一片要把它取出来，对不对？然后白色的部分也不要，对，尽量不要有白色的部分，因为白色的地方就是真的吃起来是带有一些苦味的。虽然它的精油很多都在这个白色的部分，可是它的口感没有那么好。对，好，完成。好，那我们就先煮酱汁。那我们酱汁的部分呢，有水，然后柠檬跟砂糖这，然后还有一些些的玉米粉。那我们先把我们的柳橙放到锅子里来，就是刚才我们切的那些柳橙的果肉，然后跟我们的水。大概要煮到什么程度？煮到那个水果瓣变成软软的就可以了。那就表示它的高度会比较没那么立体哦，对，会比较扁。对，它会比较柔软一些，但是我们又不要它煮的像果酱一样会整个散掉这样子。对。
那我会先把我们的糖放进来，让它煮一下。然后如果有朋友，因为我的配方里面有放一些柠檬汁，想要让它可以有一些提味。那如果朋友们是有人很害怕柠檬的酸度的话，你可以提早让柠檬下去一起煮。那柠檬经过高温之后，它的酸度就会减低。对，那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让柠檬煮太久，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就它的那个很可惜。对，好，那我会在它就是糖都完全融化了之后，然后把我们的柠檬汁下进来。那如果今天你做的量比较大，因为我们今天都是用酸的这些东西的话呢，我就会建议大家，如果家里有铜锅的话，就用铜锅来煮，好，因为它比较不容易变质。因为酸呢会腐蚀我们的容器嘛所以如果今天你的量多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要煮果酱，那我就会建议大家呢用铜锅，或是至少要用我们比较厚底的锅子，对，或者那种真的不锈钢的对，比较厚的锅子。好，然后再来玉米粉的部分啊，因为有些人会很介意吃淀粉，对。那其实如果像我们刚才是比较晚，就是在锅子有热度的时候才下糖，那它糖煮到一定的温度后，它就会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是有浓稠度的，对。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喜欢清爽的朋友，其实我们的玉米粉可以不用下没有关系，就是你是让我们的酱汁是有浓稠度的就可以了。当然就是如果你在家里面，你刚才煮糖有煮得很好的话，其实真的可以不用加，是没有问题的。对，那我们还是加给朋友看一下，就是让我们用玉米粉来让我们的酱汁是更浓稠的。对。好，那大家可以看见加完之后它就是更浓稠，对，它的流动性会变差。那在这个程度我们就可以离火了。好，为了做出我们更专业更好吃、这个口感更绵密的这个薄饼呢，我们两个同时决定要再过筛一次。好，那我刚才在锅子里面已经有抹过一些油，对，那我们薄薄的就好了，因为如果油太多，待会你面糊下去的时候的那个瞬间，就是有油的部分，它就立刻就上色，就会一点一点的就没有那么好看。对，好，那大概是我是用中火、中小火就可以了，我们不要火太大，那不然你面糊放进去还没倒开，它就已经都熟了。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法式薄饼很重要的是，尤其是第一片第一片煎的都不是最漂亮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抹那个油抹得太多啦，或者是太少，或者是你这个锅子它不是不粘啦，或者热度不够，但是热度太够的话又很容易焦掉。所以我们通常的第一片的这个法式薄饼，我的经验是第一片我都塞到嘴巴里面，不要让别人看，不要让别人看到好，那我们可以稍微用手测试一下，就是你手摸在上面是有一点热度，这时候我们再来下我们的那个面糊。好，我们就一次一匙就好。就是让我们的分量是比较一致的，然后就赶快让它变薄饼状。所以你这个粉的这个面浆千万不要太多，就是当然也不能太少了，但是就是说你尽量让它呢，就是很快的速度，要把它变成薄饼不要变成中间厚厚的，然后旁边薄薄的，那就不好吃了对。煎到我们的饼就是已经上面都没有东西在流动的时候，对，那我们再把它翻面。我们大概煎到这样子就可以了。对，我不要它太干太焦，这样也不好吃。然后放下来之后，把它叠成4分之折，那我们就稍微把它叠起来这样。等一下再来，再继续再煎把这个煎完。好，我觉得法式薄饼我很喜欢，是因为呢，它几乎没有用什么油除了刚刚我们在调面糊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奶油，其实它算是真的是很健康那几乎也是法国人的这个国民早餐我第一次吃这个法式薄饼很好吃呢，是2006年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去陪女儿去 homestay哇，
那个校长夫人呢做的这个薄饼呢，真的太好吃了。其实他给我配方，可是后来我把这个配方给搞丢了。今天我很高兴哦，民警哦得了这么多冠军的这个谢老师呢，来我们节目分享这个好吃的配方呢，我就要把它收藏好了哦。然后我们这个配方真的比较不甜，它是低糖度的，对。像我们这种喜欢美食又怕胖的人呢，就用今天的这个配方呢，应该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吃的时候不会有这个负罪感了哈。对，不然有时候那个真的是甜度比较高的，然后我们吃了很容易腻，然后它如果要有，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有讲的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变化嘛，那如果是甜度比较高的配方啊，去搭配咸的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可口，对，就是没有那么搭。那我们如果是用这样子甜度比较低的配方来做的时候，它的变化会很多，然后吃起来搭配性也会比较高。对了，因为你用这样子同样一个配方来做咸的也是 OK。万一你调的面糊太甜的话，你搭配咸的也是有点怪，对不对？对，就是吃起来很像那个南部口味，有没有甜甜咸咸的这样子？那我们的那个分量，这个配方的这个分量大概是可以煎4片，对，那我们快要完成它了。好，民警在这边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我相信有些朋友他不只想要学料理，他也很想要说，我今天做的不错的时候，我想要参加比赛嘛。好，那在准备比赛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是一个选手最重要的？除了恒心啊、毅力啊，我觉得要有热情要有对这件事情的热情。对，这个真的是，我也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热情。对。这个热情呢，有时候会被你的体力打败，会消磨掉，会消磨掉。对，有时候做作品真的是熬夜赶工，因为平常还要上班做不完，然后晚上睡觉就觉得我自己怎么这么命苦，人家在睡的时候，我们还在这边加班。对，可是就是真的是靠热情撑下来说，我就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想要完成它，然后自己也想要对自己有一些挑战，试试看什么可以。想要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好，那把最后一片也折起来放上来，先把我们的柳橙酱淋上来，一些大片的果肉可以把它装饰在旁边。好，然后我们在边缘再撒一些糖粉。哇，好漂亮哦！有下雪的感觉的哈。下雪的感觉，我们不要加太多，这样就好。然后最后再拿一些我们的刚才切好的细丝来装饰。然后如果你有吃到那个的时候，就是它会特别的香，而且口感上也会呈现不一样的层次嘛哈。就说有很柔软的这个果肉的部分，很 juicy 哦，那也有这种橙皮，有一点那种 QQ 的感觉。对。然后有这个陈皮，真的就是大大的提升它的香气。好，但这样就好。好，那我们就完成我们今天的柳橙法式薄饼。哇，好，这就是呢今天民警带来的这个橙汁的这个法式薄饼啊。观众朋友看了是不是觉得超简单？所以我们一起做吧，明天早上。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谢谢谢民警谢老师百忙之中呢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希望观众朋友呢喜欢我们今天呈现的这道非常有温度的这个幸福甜点啊，我们下次见。